Polly 姨又嚟啦！大家準備好一齊做運動未啊？好啦，我哋而家就開始啦。對手拉長個身，收腹，下腰係直嘅，然後將重心移去臀部，膝頭哥呢就會被動咁樣曲咗噶啦。雙手揈後啲嚟鬆膊頭。基本做法同上一個動作差唔多，不過手要擺喺前面比那位置，咁樣係提自己收多啲腹，個重心要向後移，眼望後邊係可以加強腰嘅力，隻手揈後啲，揈高啲係我嚟鬆膊頭嘅。遞手拉長個身，收腹，雙手放喺耳仔嘅側邊，揸實拳頭向側邊拉，咁樣可以加強側腰嘅力嘅。打開比勒，膝頭哥向外指，然後隻腳踢佢後邊對側嘅臀部。遞手拉直個身，收腹，要想像腳趾尖就好似個圓心插住地下，然後帶動隻腳向外邊轉，又翻原位。膝頭哥同腳趾係同一方向轉動嘅。遞手拉長個身，收腹，上半身向後轉嘅時候，眼跟住一齊轉，雙手亦都盡量向後轉，咁可以令側腰係轉多啲嘅。注意做側腰嘅動作，如果冇先收腹去轉呢，就只係做伸展嘅啫，收腹嘅效果係唔大嘅。做呢個動作，雙手要保持微微曲嘅狀態，咁手臂肌肉先至可以收實嘅。同埋將手掌放喺比那位置，都係提示自己要收腹，同埋將個重心拉後啲。做曲膝嘅動作，落幾低係因人而異，唔需要勉強嘅。今日嘅示範就結束啦，請大家按自己能力做多幾次。如果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